请接氧，我们掌声。新九区地区县市主体建筑的启用采球，各项全台66名普施主持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法号，替中建完成的正殿精彩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24名佛教长老法师嘛伫大殿替四颗摩尼佛圣上开光，整个仪式殊胜阁庄严。这间佛寺位伫南区体育公园内底，高达有360多栋历史，是全台头一座为2005年开始进行整修，经过20栋，或者成为市区内底的清净修行道场。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建筑物的庄严宏伟，但是感受到的更是佛陀的慈悲教诲，期待竹溪禅寺在未来为各位信众大德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护持。重建过程当中，300多栋历史所留下来的文物，嘛受到系统性的整理甲保护。除了号称台南3大名片之一的辽南世界，还有明朝观音像等400多件文物，整理完成了后，预计明年1月正做文物馆，让大家来参观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